主后2025年8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罪的蔓延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撒母耳记下卷》13章第19、3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撒母耳记下卷》第13章。大比的囝押沙龙有一个真水的小妹，叫做他玛。大比另外一个囝暗论恋慕伊。暗论爱伊的小妹他玛爱甲破病，因为伊是在室女。暗论家己知袂当对伊做甚物。暗论有一个朋友叫做约拿达，是大比的兄哥，是米亚的囝。约拿达这个人真奸巧，伊对暗论讲：“王的囝，你是安怎一日比一日消产无精神，敢袂当甲我讲？”暗论甲伊讲：“我爱我的小弟押沙龙的小妹他玛。”约拿达就对伊讲：“你着倒伫眠床假破病，你的老爸若来看你，你通对伊讲：请互我的小妹他玛来我遮，伫我看会到的所在准备食物，亲手摕互我食。”暗论就倒地假破病，王来看伊。暗论就对王讲：“请互我的小妹他玛来我遮，甲我做2块饼，我通对伊的手接来食。”大比就派人去他玛的厝，甲伊讲：“你去恁兄哥暗论遐，甲伊准备食物。”他玛就去伊的兄哥暗论的厝。迄时暗论倒伫眠床，他玛伫伊看会到的所在揽面粉、烘饼。他玛将规盘的饼下伫暗论的面前，毋过伊毋食。暗论叫所有人拢出去，因就出去。伊甲他玛讲：“你烘饼入来房间，亲手摕互我食。”他玛就烘遐个饼入去房间，互伊的兄哥暗论。伊烘去互暗论食的时，暗论甲扭地讲：“小妹啊，来甲我困。”伊应讲：“我的兄哥，毋通甲我侮辱。伫以色列无应该做即款代志，你毋通做即款见笑事。我要安怎说我的见笑？你伫以色列中会成做邪恶的戆人。我求你甲王讲，伊袂阻止我嫁互你。”总是暗论毋肯听伊的话。暗论比伊较有力，就甲伊强暴。了后，暗论厌恶他玛，迄个厌恶的程度比以前对伊的爱搁较大。暗论甲伊讲：“起来，出去。”伊甲暗论讲：“毋通安尼，你甲我赶出去，比甲我侮辱搁较邪恶。”毋过暗论毋听，叫侍候伊的仆人来甲伊讲：“甲即个查某囡仔赶出去。”伊出去了后，甲门串起来。暗论的奴仆就甲伊拖出去。出去了，门就串地。迄时他玛穿彩色的衫，因为王还未出嫁的查某囝拢穿即款衫。他玛闪喜妇伫头壳，替你所穿彩色的衫，用手摸头壳，哪行哪吼。伊的亲兄哥押沙龙问伊讲：“你的兄哥暗论甲你侮辱是无？小妹啊，即阵你着掂掂，伊是你的兄哥，毋免为着即个事心艰苦。”他玛就孤单伤心，住伫伊的兄哥押沙龙的厝。
大王听到这个事非常生气，毋过无甲暗论责备，因为伊是大囝，大必真加挺身。押沙龙因为暗论侮辱伊的小妹塔玛，就怨恨暗论无甲伊讲话。2年后，押沙龙伫以法莲附近的巴力下索，请人甲伊剪羊毛，伊请王所有的囝拢去。押沙龙来见王讲：你的仆人有请人得剪羊毛，请王甲你的人臣、甲你的仆人做伙来庆祝。王甲押沙龙讲：我的囝阮毋通拢去，则免你开会伤上重。押沙龙再三邀请王毋去，简单甲伊祝福。押沙龙讲：若无就互我的兄哥暗论甲阮去。王讲是安怎，着爱伊甲你去。押沙龙再三请求，王就允准暗论甲王所有的囝拢去。押沙龙吩咐伊的部下讲：恁着注意，看暗论啉酒啉甲真爽快的时，我一个下令杀暗论，恁就甲伊杀死，毋免惊。一切的后果我负责，恁着好胆勇敢去做。押沙龙的部下照押沙龙的命令杀暗论，王的囝儿拢爬起来，骑家己的骡逃走。因还伫路呢，就风声传到大毕，讲押沙龙杀死王所有的囝，无留甲半个。王就起来拆利衫，倒伫涂骹。王的人臣嘛拆利衫，徛伫伊的身边。大毕的兄哥是米亚的囝约拿达，甲王讲：我的主，毋通想讲王的囝拢互押沙龙杀死。4个简单暗论也定，因为对暗论侮辱伊的小妹塔玛迄日起，伊就已经有即个意思。当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毋免为着王的囝拢死即个风声心艰苦。其实只有暗论死若定。迄时押沙龙已经逃走，守望的人抬头看到一大群人对后面山坡的路落来。约拿达甲王讲：你看，王的囝拢转来啦，拄照你的仆人所讲的。话拄仔讲煞，王遐个囝就到，开声啼哭，王甲人臣嘛拢大声啼哭。押沙龙走去阿米弗的囝基述王达麦遐，大毕逐日为着伊的囝伤心。押沙龙走去基述，住遐3年。对暗论的死，大毕王无搁遐尼悲伤，就无搁对押沙龙生气。做的蔓延，今仔日这段经文的记述，无疑误是一场人伦悲剧。首先是大毕的大囝暗论侮辱共爸故母的小妹塔玛，后来是三囝押沙龙为着替亲小妹报仇，就杀死暗论。身为父亲的大毕对这难逃责任，因为伊知影暗论的恶行了后，并无惩罚伊，也无安慰身心受创的塔玛。大毕的沉默甲无作为，互押沙龙怀恨在心，毋简单后来谋杀暗论，也背叛大毕。这出悲剧，互人想到大毕受上主审判的一段话：当刀剑咧永远无离开你的家，因为你藐视我，带赫人乌利亚的某做你的某。上帝阁安尼讲：我要互灾祸对你家己的家起来攻击你，我要伫你的目睭前
将你遐个某互你身边个人，伊要伫长头白日甲因做伙困。你伫暗中做个代志，我要长头白日伫以色列众人个面前，互遮个代志发生。大卫犯罪了后，这个罪一发不可收拾，不断蔓延。大卫因为家己捌犯的罪，毋敢指责和惩罚暗论，这无义务互受害者他玛和爱护小妹的押沙龙感觉愤愤。当暗论意图施暴的时，他玛捌努力阻止讲：我的兄哥毋通甲我侮辱。伫以色列无应该做即款代志，你毋通做即款见笑代。伊却学得抵挡暗论的溃力，就正做暴力性侵的受害者。大卫身为父亲和以色列王，却无遏止暗论的恶行，也无公义的审判，直到最后失去暗论，同时也失去他玛甲押沙龙。这种家庭悲剧毋简单发生伫旧约时代的大卫王室，伫现今社会依然不断发生。咱对新闻报道就通看到类似的案件，无论加害者也是受害者，拢各有同情支持的人，佮常常带动舆论风向，引发无必要的争论。当类似的事件发生了后，爱探究的毋单单是谁着负责任，案件着安怎审理认定，佮较重要的是着安怎遏止类似的悲剧搁再发生。这个时阵，性暴力也是骚扰案件，着伫咱身躯边发生。特别是近年来，教育界也常常有类似的案件，咱袂当双眼闭闭就假做无即落代志。当咱亲像大卫共款，无行公义，无遏止罪行，咱就会失去主导权，敢若会互罪恶继续蔓延，直到信徒对教会失去信心，转而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。藐视问题只会互伤害加深，甚至无通挽回。以暴制暴，简单会带来搁较侪的暴力，就亲像押沙龙杀死暗论了后，从此也脱离不了刀剑威胁。面对罪，咱需要敏锐的察觉力。保罗伫加太书第5章第9节引用俗语讲：一撮仔教母会互规个面园发起来。罪也是安尼，一撮仔就通造成极大的影响。因为安尼，伫探访关怀异性的时，尽量避免独自前往，撇开无必要的肢体接触，搁设下界限，莫互罪恶有机可乘。咱爱伫可能犯罪的当下，极力阻止错误发生。默想，错误行为将使原有美好的人生变质。我会当为这做甚物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互我无落入邪恶。当我面对捌伫家庭中受伤的人，求你赐我智慧去安慰伊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